秋初的南风，青埔今年最后一期稻作，等着10月结成金黄稻穗前，碾米厂里很忙碌。我们现在的高度啊，大约是有5层楼的高度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地下看得到的稻谷啊的重量大约是3000吨的量啊，占了新屋乡的80%。随着碾米机的运转，新屋100年的稻米文化点滴累积。这一座3层楼高国宝级的木造碾米机是最佳的见证。如今完整保存在新屋乡这一座100年谷仓改建的稻米博物馆里。走进博物馆精心打造的客庄厨房，更可以了解客家饮食文化，红板糍粑罗列，古早味浓。当然要体验客庄风情，一旁占地500坪，列为3级古迹的范江古厝一定要探访。不远的永安渔港，客家氛围更浓，因为这是少见的客家渔港。老板热情豪迈，把一条条新鲜渔货放满一篮子。就这样喊价拍卖，价位更是要以好客来形容。1000块啊！收获满满，5脏庙也要满满。这里的海鲜，看看高朋满座就知道有多美味。吃饱了要动一动，新屋要给您不一样的铁马体验。新屋有北台湾少有的绿色长廊，在这里骑着铁马逛一下，不仅可以饱览客庄风情，同时还可以享受一场森林浴。全长4.5公里的绿荫，转个弯竟然别有洞天。原来另一头是一片湛蓝。这边是海岸线，那这边是绿色走廊，绿色总是走这一条到福兴宫来回9公里。那这边是海岸线，那这边是6可以到那个永安去。如果运气好，永安夕照可以专属2人世界。私房景点就在度假村内，2杯咖啡，一段浪漫，已经让人陶醉。新屋的客庄美，在100年谷仓的重生中，在永安渔港的人潮里，骑上铁马，绿荫隧道，黄金海岸，交织成感动时刻。